清明嘅時候咧，有啲聚合平台嘅呢個品質專車降到去落呢個過7一公里，咁某的嘅特惠咧就降到去呢個過1到過1/3公里。今日係4月7號，係呢個清明過後嘅第一個工作日。咁今日我接到嘅訂單咧，首先係品質專車呢邊62公里，119蚊，維到落嚟接近2蚊1公里。某的呢邊嘅特惠咧就46公里，66蚊，接近個半1公里。屌，咁咪即係意味住清明節嘅免佣就係一個大套路啦。都係嗰句，你免佣唔起，你就唔好免，唔好玩埋晒啲咁嘅套路。人哋我就唔知，反正我咧就冇跑你哋呢啲平台噶啦。清明呢啲咁嘅假期，私單都做唔切。冇咗你哋啲網約車平台喺度搞屎棍，不知接得幾舒服。咁而家你恢復翻呢個價錢嘅話咧，咁兄弟們又可以撐一撐啦，加油，繼續出車搵錢。